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用诗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敞开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愿主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用这首诗歌，求圣灵来赐给我们渴慕他的灵。神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宣告。让
让我们能够用敬拜、用赞美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宝座就设立，你的施恩座就设立在你的教会，设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开口寻求，你就应许下来。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祝福、来祷告，一起用主的话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陷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所以我们要为了我们城市、国家来祝福凡敬畏主上帝的，他要成为有福的成为知足的那特别为最近所引起的开放美猪、美牛一定会引起一些的抗争，是好的决定、坏的决定我们恳求主让我们的执政掌权的知道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敬畏这位神才有智慧去决策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台海这样常常受到中国的骚扰我们为中国来祷告，让执政掌权的认识神才不会一天到晚想要攻打台湾让我们真的是百姓有这样的一个担忧还有这些内忧外患，我们开口来祷告，为这块土地国家，特别是这些百姓能够认识主，得着永恒的祝，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呢真的是一同学习敬拜奉你名来祝福台湾这块土地国家祝我们奉你名来祝我们执政掌权的祝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的决策都是能够使百姓蒙福使这块土地能够蒙主。主我们奉你名求你生下来祝福执政掌权的或者是在野的彼此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跟监督，奉你名来祝福。天父上帝，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虽然我们的情况很多这些的挑战，但是我们恳求施恩的主帮助我们执政掌权的，在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从自己的想法。说我们不是依靠人的势力，依靠人的才能，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就我们的安全，才能成就我们的经济，在我们的民生各方面才能够真的受到神你的赐福跟保护。所以天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也要为了我们个人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一起宣告主的话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是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能够从他得着身心灵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保守看顾。我们也为着婚姻、感情、产业，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变迁，冲击思想的开放，冲击到我们的家庭、婚姻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他们结婚久了，想要生不出来这是产业的是从神而来。我们也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太太是42岁高龄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宝贝儿子女儿已经高中了所以神依然垂听他的祷告，虽然他没有信主但是我们真的是恳求神，他是产业的还有就是在事业工作受到这样的疫情的影响，
求神也保守看顾我们所做，能够凡事亨通顺利。这个礼拜就这些年轻人就要开学了哦，在有的新的学校新的一个年级课程我们求上帝给他们有智慧，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跟他们到学校，或者是我们跟人之间家人的互动都有美好的关系。如果你在这几方面有需要的需要被祷告服侍的，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或者是你坐在原地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来经历他丰富的供应。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开口来祝福来祝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有一些失丧亲人的，我们恳求神你来安慰，你来怜悯需要医治的，求你从天上你的宝座赐下你医治的大能，充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你是赐下供应足够有余，你是使他们在心灵上面能够得到康复的神。主，我们恳求你施恩下来，所以听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主，你是给我们一口生命的气息，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才可以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来做决定。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不属神的思想、情感跟意志，做了错误的决定，致使我们跟神远离，我们跟人的互动也有受到一些的阻碍。求神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让我们在各方面因着敬畏你，无论大小，主要赐福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最后，我们要为了今天的主日来守望祷告，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来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求神来帮助我们不可硬着心，而是渴慕的心来寻求他。我们为了个人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我们也为了下午3点我们的事件传道今天要封立为牧师领受这个青年牧师的职分所以下午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会员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是有4约是有4约，所以邀请大家在今天下午如果你是会员都可以我们一起来参与来祝福我们事件传道，让整个礼拜都能够顺利，也赋予他属天的能力。这个礼拜6有基要真理的课程，还有我们有问道理，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要洗礼，要信仰告白，还要小儿洗愿主在这个礼拜当中掌权我们为了友爱基金弟兄姐妹如果感动，也可以为这个基金来奉献，因为这个基金就是看到我们当中如果有困苦有急难的，我们是透过这样的友爱基金来帮助或者是删节我们对这些比较在经济上有缺乏的家庭，我们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个祝福透过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们使这些有需要的人能够得供应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宣告主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够用，主的能力充满，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让我们一起敬拜，一起来经历你丰富的供应求神来恩待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的慈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之
亚，能够蒙福。哈利路亚。主耶稣，你用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带有生命，你的话一开启就让愚妄的人能够有智慧。你的话帮助我们寻找永恒的祝福。愿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好不好？我们3次来呼喊哈利路亚，一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主，来，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再一次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向我们的主高举双手，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再次向我的主高举双手，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让我们向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高举双手。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再一次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好，再一次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我要请我们的乐器跟我们对我们来赞美。我们乐器来说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要举起赞美的旌旗。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有什么耶利哥城，但是当我们举起赞美的旌旗的时候，主要我们围绕这个耶利哥城的旌旗，你的压力、你的需要、你的软弱，当我们再一次唱哈利路亚的时候，你举起旌旗，环绕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主带领我们来征战。我们再一次来唱这一首的时候，在属灵里面，主带领我们来征战。我们再一次说哈利路
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向我的主高举，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在主的面前，我向我的主高举，是用心的诚实对主来敬拜。我向我的主，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我的神，我向你高举，向我的主敬拜，向我的主敬拜。主，你荣耀的烟云充满在你的圣殿，主，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主，愿你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主，你是医治我们的主，你是救拔我们的神。主，你把我们藏在你的翅膀荫下。所以主啊，我们要再一次与弟兄姊妹来扬声欢呼。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再来赞美在宝座上的羔羊，来扬声欢呼，赞美，歌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让我们来到主的宝座，欢呼喜乐，创造我们的神。你是创造
付上生命的代价，神的羔羊，为了要除去世人的罪，你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无私的爱，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在礼拜天敬拜你，在平常的小组当中来聚集敬拜你，就是要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让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叫我们得自由，不受一些日子月寿禁忌的影响，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恩典，得着你天天的同在，成为蒙福的人。
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看见你真理的奥妙。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黄思瑜姐妹在当中欢迎还有刘明轩弟兄在后面欢迎其他还有没有第一次在这边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那个先关掉可以有回应。好，如果没有，我们先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下个主日会举行今年度第五次的圣礼典。以报名成人洗礼、坚信礼、信仰告白或者小儿洗礼的兄姐，我们在这个礼拜六晚上8点在501会室来问道理。请我们小会员也准时来参加。我们也配合政府最新的政策进入到教会请戴口罩。除非我们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距离牧师站在这边跟你们就有很长的距离，不然因为我们都有透过直播希望我们就是透过这样不用受罚好，我们下午3点会举行黄世健传道师奉立为青年牧师受职感恩的礼拜。请小会员在2点半的时候在501我们中委这特会委员会来召开特会。我们的庆祝55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一起会舞动人生老照片能够诉说当年的故事请我们真的是要提供这一些的照片不要牧师一讲才几张这样请我们预备好吗？到这个礼拜请我们提供这些资料以利我们能够相关的活动能够进行。10月25号我们会在博宴的婚宴会馆在那边举行55周年的感恩礼拜还有餐会我们可以透过各小组开始报名一个人费用才200块那我们最重要就是说可以透过这样一起来欢庆来祝福一个新的出发经过55周年，神在我们的教会也如何怎样去开阔我们的境界。感谢主，我们已经把这个隔壁2楼买下来现在正在付款的当中那希望在最后这2期的付款能够顺利也能够在这个产权我们都看了，然后最后点交才完全的付款。感谢神的恩典他开阔我们教会的境界那将来可能我们隔壁可以大概设立500个人的座位这样感谢神那继续为这样的一个事工来祷告来关心甚至我们后来的装修都需要神的供应好，我们9月7号开始松大的第2学期的开学年满50岁以上的兄姐你可以报名来参加有许多的课程。如果你旧生接到新生我们有一些的鼓励那新增的手机的课程智慧手机的课程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如何跟我们的亲人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他我们就自己来看那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念2遍，一起来。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使徒行传19章21节再一次。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使徒行传19章21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第一次来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奉献，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巴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造我们、爱我们、养育我们，你使我们有平安、有快乐，胜过那丰收5星酒的人。所以我们要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使用我们的恩赐在你的施工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与能力献上一点日用所得。因为我们知道你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献上的多少，而是我们有这么一颗摆上的心。我们在这里献上小的金钱，求主悦纳，使用在教会的施工上。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坐下，彼此祝福说：上帝的话使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使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会指引我们如何看见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19章，我们要从21节看到41节，比较长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左右邻居有没有圣经。是在手机或者是实体的圣经。使徒行传第19章，我们已经看到了第19章，我们要从21节，我们一起来翻好了翻到了滑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一起来。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2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
那时因为这道起了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典米神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诉，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儿子约有2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放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是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爱传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看见当时候的景况，跟我们现实的景况是不是有怎样的类似的相似，也帮助我们从圣经里面，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动机的过程当中，我们再一次的省察，审视我们传扬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让我们真的是警醒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同心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弟兄姐妹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跟我们的情境你的周遭所传扬的，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的广告，都是在广告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如果你有在看新闻电视有一些的广告特别跟现在的节气有关系农历7月快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全联IKEA 啦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一些的厂商，他就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手法
好像用这样的鬼魂哦，有没有注意到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鬼魂的这样的一个广告，意思背后有一个动机，就是要叫你怎样？你如果没有拜，可能会受到一些的搅扰跟威胁啊。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可能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所以当我经过楼下，可能经过富邦银行哦，经过一些的商家行号，你就看到这几天哦，不一定是中元哦，中元是7月15号哦，那不一定是那一天，我们看陆陆续续就有人摆着一些的贡品哦，祭物在他们的商店面前，然后烧这一些的纸钱希望能够让这些好兄弟对这个这放暑假嘛，这一个月来到阳间哦来好好的观光哦，但是哦，心里就想到最后一天哦，端鬼门的时候，你一定要离开。如果不离开的话怎么办？所以一般他们会在祭祀祭拜的过程当中中间会树立的一尊叫做鬼王他叫做观音大士观音大士如果这些小鬼这些好兄弟他不敢讲鬼好兄弟如果不离开的时候，就请鬼王怎样把他们赶回去这样那我在想说，那如果鬼王不走怎么办？弟兄姐妹有很多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毕竟我们过去是从民间信仰过来信主的所以我们多少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神学院也读这个民间宗教的时候，我们都有去做这些的研考研究这样那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一些的宗教背后，它所传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在做什么？是用威吓或是吓你，然后让你就范，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信仰是可以帮助你一个很自在的，很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的爱充满在你当中，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不让你惧怕的。小时候我们在这样的这个传统的信仰你去庙里面，我们对面就是庙。我们小时候几乎是在那个庙的广场庙里这样的玩耍那进去常看到奇怪，这一些的神明怎么脸都黑黑的他们不会洗脸吗？他们没有办法治理吗？常常进去的感觉就好像有一种阴森的这样的感觉，这让我小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那我们看到透过这些的广告，其实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利益，或者是他要告诉我们正确的这样一个祭拜的方式嘛？所以带我们能够来想来省思。那最近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事情的传播会引起我们恐慌，或者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心呢？那我们前不久彰化卫生局所自己私下举行的这样10000人血清的抗体检验，看有没有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新冠肺炎的病菌嘛，对不对？那这个地方跟中央好像在对抗那引起了媒体天天就这样报道了那当然我们的中央防疫这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就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你们研究完之后不公布是在盖牌嘛，或者怎样因为这样的话引起也一些的对话，还有就是攻击那当然我看到他的陈时中这个人他也能够适度的表达他的歉意，他的道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真的要很小心一句话出去如果好的话会落在好像金苹果落在什么银网上，如果没有一句话，可能会挑起什么争端，两国的战争，对，可能就因为一句话好，那他说了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彰化这样的一个跟台大工卫学院所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终于在27号有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记者会，然后说明阳性几率大概8.3%
所以后来有一个公布，就是说彰化那边是安全的，那彰化安全的，这表示什么？台湾的社区还是安全的哇！我们期待的是什么？这个是好消息啊！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其他的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哦。那当然民嘴会质疑啦哦，你这个叶彦博这个局长你这样做，或是台大公卫的这学院这样做，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是为了自己的研究吗？所以如果你有看这些的名嘴分析我说其实天下大乱的原因，其实有一个部分是名嘴要负责，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真的要很小心还有这样的求证。不过这一个透过这样记者会，终于比较平息了这一个事件，也让我们知道说，可能我们在担心的，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个事件，我相信还没有公布的过程当中，大家心里都怎样？心里都毛毛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中央疫情中心掩盖这个事实呢？不然最近出去奇怪，怎么有人回到他们的国家就被检验出来？所以我们会担心会担心。那也有人说法说某国的这样的一个试剂检验出来都是常常会有伪阳性这样那不管是怎样，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不是在医学单位，但是透过这些事件，让我们想说，当一件事情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传福音，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你对福音本身有没有了解？当你传播出去有什么样的效应？我们看到迪米丢这个人，当他做一些的传播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聚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搞得清楚状况吗？他们是一个盲从的群众吗？或者是我们在宣扬这样福音的时候，人来到教会了，福音出去，人来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很清楚明白这样的福音？我每次在面谈的过程当中，我都会再一次来问他为什么要信主，有没有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这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基要真理，我一定要跟他们谈清楚。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我不会让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复活的，我不会让他们洗礼。这个信仰是应该要很清楚明白，可以从圣经里面哪里的引经据典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是真的，耶稣是真的，他是复活的主。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这一些的经典里面看到这些当时候的见证人，当时候的时代背景，这些罗马时代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哪一个王该杀奥古斯都，对不对？然后他命令这样的一个户口普查，结果我原本要降生在拿撒勒的耶稣，却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话，让伯利恒成为他的降生之地。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圣经旧约新约连接起来，我们才看见什么？神这么样很奇妙伟大，差700多年，竟然会透过先知的预言，实际的成就应验在新约的时代。如果没有神在做导演，没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透过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传扬的动机是否正确？是盖牌，或是先牌？在这个保罗所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迪米丢他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透过整个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隐藏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什么？而保罗他所传扬的动机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比如说大甲妈祖他在绕境的过程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是大家对宗教的热情，或者是他已经预备了好多这些的文创商品在等的。所以当疫情中心下令说不准这样的一个群众有这样的一个绕境的时候，
你看背后引起多少的这样的一个争端，对不对？但这些都过去了哈。那这件事件我们看到在以弗所发展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迪米丢这个人他做什么？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事业，就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银匠的事业哦。所以一个区域性的这样的一个庙宇特别是当时候他是在这个世界7大奇景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之一哦。那我们去年也有去那边哦，等一下我们再看图片，剩下什么哦？那透过迪米丢这样的一个处心积虑哦，这样的一个鼓噪，其实背后刚才我们如果好好的看圣经，我们就看到有一些的动机是为了他的生意，为了他的工作。你知道保罗在上次刘牧师所谈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天多少人拿他们过去所买的这些宗教的书籍，或者有关这些宗教信仰的器具、纪念品，他们拿到外面广场来烧，折合这个现金大概就是5万元当时候一个工人的钱工资是1块钱，所以你看多少年5万5万是工人要努力多久？大概137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资所以你会想到说这样一个效应会影响到，比如说你跑去大甲传扬福音，结果好多人信主了，对不对？会不会影响到他周边的生意？会，一定会影响。你想象看，会不会有这一些的生意人起来联合来对付你？会所以保罗当时候面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我们知道说，当保罗在传福音，用上帝的全能，然后影响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氛围的时候，你知道这背后的黑暗势力也会反扑，你知道吗？也会透过人事物来起来这样反扑。这个是当时候大概雅典米神庙它当年的这样一个外貌好，那现在呢？我们记得我们是站在下面这边，然后有机会往上拍了。现在剩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个真神他所给我们的福音，应该是能够永恒的。但现在有人在拜雅典米吗？没有了，没有了，只剩下这一些的遗迹了。所以土耳其这个去看大概走一次，我自己觉得走一次大概就够了因为不像以色列有那么多比较实体的这一些纪念的景点可以看不过在那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当时候保罗他在以弗所，他传福音，然后圣灵的工作，然后影响到这些人的心。过去他们热衷在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这样的氛围里面，但是因为他们圣灵的感动，遇见了这样的福音，所以呢，引起当地人他们内在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反省，这样的悔改，然后自动的不是被命令，是自动的把这一些有关相关的这一些的敬拜偶像的器物就好像我们在做圣别礼拜的时候，去除偶像圣别礼拜的时候，最终我们会把这一些的神桌、偶像等等来做一些的处理，然后把这些神主牌里面的这一些的名字，我们把它抄录在什么？我们预备了可以预备一本这个族谱，我们把它抄录然后最终是什么？慎终追远。我们在追思思念我们的亲人，而不是祭拜。如果我常常跟这些人，如果他会出来吃你，我会吓到，对吧？但是我们强调说他往生投胎6道轮回投胎了。那我常常有这样问题的对问，就是说，那你在拜的是谁？是真的是你的亲人吗？如果你相信他在6道轮回往生投胎转世了，那你现在祭拜的是谁？
就很多可以不用变，但是可以提出来，让他去思考，我真的可以拜到，或是祭祀到这一些的好兄弟，或者是这一些的亲人嘛。但是邪灵也会运用这些的环境，透过人，我们看到就透过这个迪米丢，他因为背后有这些的利益的问题，但是他却用挑起民族主义还有宗教主义背后这样的问题来挑起，然后制造的纷争，就是要对付保罗。没有对付到保罗，也对付到他同行的该有还有亚里达古，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就是背后黑暗的势力，当你去对他的地盘有这样的一个征战，或者是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时候，其实他会反驳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祷告，让神的全能充满在当中。所以迪米丢神那个背后的邪灵这个黑暗的权势就会透过迪米丢来引发这个众人的群众效应，这个是很可怕，你知道吗？如果处理的不好，可能会我们看满城这样的一个暴动我们看到美国最近就是因为一个事件黑人事件，结果引发怎样这样的暴动到现在还没有平息，又制造另外一个这一些的暴动纷争就是种族这样的一个歧视。所以迪米丢他很会运用这样群众的力量，包括他们自己的利益，还有就是他们一无所人，然后针对这些的犹太人，对不对也挑起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争端，然后最重要是引发这样的争执点，就是说保罗，你看他说就这一些人所造的不是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引爆点。那雅典米女神你们看她的胸前是好像有多个乳房这样那它相传代表有生育、有狩猎野兽管这少女、妇女等等这一些的疾病，所以带给他们当地人这样的信仰，就好像靠海的人他们信奉什么妈祖一样，这样的一个信仰是已经很根深蒂固，在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内在的这样一个信仰，就相当于这个罗马神话狩猎与月神这样的戴安娜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后他处心积虑的你看要挑起这样的争端，就是要把他们的眼中钉挡他们财路的这个保罗，把他怎样除掉。但是我们看到神确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使用了这个书记当那城的书记来化解这样的危机。我们不知道背后有什么样的动机这个书记他害怕什么？刚才其实在经文里面稍微有提到，但是我们一起大概来了解这一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透过他们的背后邪灵的这样的势力挑起争端，然后呢他们内在就是要把这样拦阻他们得财路的这个保罗把它解决掉。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上帝也使用一个地方官来，其实其中有人在说了，第一个避免如果地方动乱，中央一定会派军队来镇压嘛。要平息这样的争端，所以他不要引起这样地方性的暴动。对他来讲，他是地方的行政官员，所以会影响到他的前途了。第二个，可能避免透过这样的一个查税我们看到那个背后的利益庞大了你看他所接触的一些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创商品，对不对？妈祖绕境，你看多少衣服，那个保你平安的符，或者一些的小饰品。当时我们看他们就这些银匠，他们就制作了一些有关于雅典米
神的这一些的小饰品，可能钥匙圈啊等等这一些哦，就让你回去可能放在神龛，或者是随身携带再放在现代观念中放在你的车上，对不对我们常常永保安康或是怎样有这样平安符小时候我们就要挂一个什么香会，就平安符这样那他们可能会挂了，或是在家里安置这一些的神龛就是有关于雅迪米上的，它背后你看这样的一个利益有多少所以相信教会是我在面谈的时候，我跟教会你看你奉献还开奉献证明，所以财务都是很透明，我们还要经过会计师的这个认证我们教会有会计师的认证这样等等，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的信仰宗教背后这样的一个财务需要被检验的所以我们或许在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三个，我们看到，可能也因为上帝使用这个书记他是公正的，所以在他盘问该犹还有亚里达古之后，知道他们是清白的，所以他告诉这一些的迪米丢所带领的这些群众，就问他们，他有偷你神庙里面的东西吗？没有他有说这个亚迪米怎样吗？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这样，当他们处心积虑在计划这一切的时候，但是上帝却改变了整个环境，改变了整个氛围。所以我们看到人用心良苦是在正确的，或是在不好的。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他用心良苦，就是说希望让这些福音能够带来整个人的生命改变，让你真正拜到的是很平安的、很有盼望的昨天也举行这告别礼拜我们这2个礼拜都举行告别礼拜，透过这告别礼拜上帝就透过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所敬拜的是为永恒的，是胜过死亡权势，不会让你惧怕，而且让你有永恒盼望的，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他带领我们平安的回到天家。所以从创世纪他给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到启示录他给我们永恒的归宿。弟兄姐妹，你好好去看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结束，上帝都安排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真理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何去何从，所以我们就不会说，哎呀，我对未来不知道何去何从这样。所以耶稣已经指说，我就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当我们确信了，我们就不用太多这一些的浪费我们的财务、金钱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福音怎么样扩展但是这个会影响到黑暗权势它背后的一些的相关的利益所以当然会引起到这一些的反扑，试图要把保罗把它处理掉所以保罗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上帝圣灵的引导，让他能够离开这样的一个危险虽然这些人处心积虑、用心良苦，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整个事件挑动整个族群对立、社会背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好，那保罗其实他在他的福音的道路上面，他假扣动作上假报但是有人就苦不起但是保罗他因为他生命有这样的经历过，所以他才知道说原来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然后为了要使我认识主，学习他的律例。下面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所以我们被责罚或是碰到困境，这里大概提供给我们2个方向，就是第一个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犯了罪，神来责罚我们；第二可能就是因为你行善了，你有好像关键少数有这样的影响力的时候，影响到这些不好的，让他们归向神这些背后的势力就会怎样？就会反扑就会反扑，然后阻挡你，尽他们能力去阻挡你。所以黑暗权势就会最后的反扑，
但是如果你坚信依靠神哦，你会胜过这一些的试验哦，这一些的试探等等哦。所以保罗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在传扬什么，他有什么样影响的这样的效应。这是我们看到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碰到一些的困境，对不对？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很顺遂，会有一些的抵挡。我要告诉你，你是有福的哦。为什么？因为你所传扬的是有效应的，是会影响到、震动到这些黑暗权势的地盘。如果你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地盘，他根本理都不理你。而如果你碰到一些的可能一些的抵挡反扑，感谢主，因为你传扬的是神的道，是会对人有益的。但是黑暗权势当然一下子他不释放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他透过这样的传扬的福音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搅动人的心，不是要制造的动乱但是对当时候的社会来讲，他们改变他们可能传统几十年这样的生活。我在跟姐妹面谈要受洗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要决定来信主？过去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业或者是亲人的离别当然对他造成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开始在他的整个精神状况都不好，靠了药物没有办法。但是来到教会，透过我们的同工，我们这样为他祷告服侍，他竟然能够安静，能够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在主里面的安息。他自己在分享，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在周报都有看过他们的见证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保罗所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福音，是造成整个这样的一个民众对生命的存在，他的生活的自由，再一次的挑动他，然后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我过去跟现在所信的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要接受耶稣？让耶稣来保护我，不再受到这一些的月朔日子时辰的影响。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没有信主，我们就气鬼息就该惧怕吗？或是该怎样吗？我怕冲，怕煞到，或者是怕怎样嘛？但是保罗所传的这样的福音，就是再一次的搅动我们这些民众他们对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想法。所以面对当时候成为一个景点，成为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世界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影响并不是永恒的。虽然它比那个雅典的这个巴特农神庙大4倍，又怎样？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引起了这样整个地区。他们甘心乐意的，他们自动自发的，然后把他们过去所行的，因为圣灵的感动，真理叫他们得自由，不再受到这些有关于邪术的书籍或者这些灵界的所影响。所以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带他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主权的祷告。为什么？有关于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你可以做的祷告，每一天可以做祷告。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我们上网，我们连线了，如果连到好的，我们就接收好了；连到不好，我们就接收这不同样的讯息。但是我们到接收灵界，如果你去祭拜，什么宫来保佑我，你跟他连线了，你所接收的就是进到你灵里面，然后开始就影响到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你的情感、平安或者是害怕，最后会影响到你的意志做决定，最终是影响到你的身体。我们看到这一些人，他们灵里面被改变了，然后他们的想法被改变了，他们才有最后的决定，把他们所有的这一些有关于这一些邪灵的或者是这些宗教的书籍拿出来。
我们在除偶像的过程当中，圣别礼拜有一些偶像一尊就是几十万呢。我常问他们说：“哇，你当初真的很虔诚哎，那么贵你都买了。”然后最终我说要处理掉，你会不会心疼啊？他说稍微会啦，但是认识了真理，他就不会不舍得了。为什么不要让这一些的黑暗权势再一次的搅扰？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当时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多大的影响效应，是因为背后有这样的利益的存在嘛？所以你看5万天5万天的这样的一个工人的工资了，大概137年，你要想象说，当时候影响到地区性的这样经济的流动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影响力是让人能够自觉，然后自己去寻求，把他们真正的理性把它带出来，然后回到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我们一起来念来。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方伯就是当时候可能地区性这个总督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再次迪米丢是无理性的挑动。来他影响到我们生意了，我们生存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要起来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来群众运动，他们不知道他们来做什么。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你来教会要做什么？我们当中今天有来慕道的朋友，你来做什么？你来这边是要让圣灵来帮助你认识。你看过去这些的宗教，可能很兴盛、很繁荣，但今天剩下1、2根柱子，为什么？但是今天耶稣告诉他的教会说，这个福音是要传到永恒是传到地极。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不到这些神庙了。没有人在拜这些的偶像，但我的思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帮助我们，当我们生命结束了，是结束吗？不是，是进入到永恒的起点。我们生命多么美好，但是总有会有结束的一天。在一般的信仰告诉你，可能未确定的未来。但是真理告诉你，你可以拥有未来，你的命定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保罗他就挑起这样的一个人对理性的，神也透过这个书记来告诉人，应该回到这样的理性，恢复这样的一个秩序，不要盲从。今天我也不喜欢说你一进来1天2天，我说我决定信主，决定这样的一个洗礼了，然后最终我都会问在面谈我都问，弟兄姐妹圣经新约几卷，旧约几卷？我在问道理的时候，在面谈的时候，通常大部分都回答不出来，但是他们想受洗。那我就是问说，至少你要了解一下，不然人家问你说你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嘛？所以旧约几卷，弟兄姐妹？39多少？27加起来多少？这样好不好记？我跟他们讲，哇，牧师这样很好记，对啊，很好记啊。39、27加起来66，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整本这样的一个圣经是66卷。那再告诉我们什么？创世纪，生命的源头出处。上帝在我们鼻孔吹口生命的气息，使我们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
你看过狗、看到猪、看到这些动物在拿香拜拜吗？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拿香拜拜说上帝啊保佑我们六畜兴旺吗？是人嘛，人在贴上六畜兴旺，不是我们嘛，对不对？只有人有灵啊。但是当人犯罪离开神就会堕落到那种罪当中。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预备救恩，透过旧约的预言、新约的成就，然后最终耶稣成就那救赎。到启示录，至少我们要了解，启示录告诉我们何去何从，谁可以进去，谁不可以进去。大概牧师把这样的一个精华在面谈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谈，他们哇了解。但是我还是鼓励他们好好的去看每一卷好好去看，然后当祷告的时候说：“主耶稣，求你开我的心窍，让我明白你的圣经。”主耶稣，求你开我的心窍，我可以明白你的圣经，真理叫我得自由，不然我们就一窍怎样不通。虽然你看了，你读了，你还是不明白、不了解。所以神透过这些的事件，透过书记，也透过保罗所传达，就是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要叫我们更认识他。今天我们坐在这边，不是无理性的盲从，而是要叫你透过牧师的讲解，然后我们读经圣灵的感动，叫你知道你是可以成为一个永恒盼望的。你在世上耶稣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所以当透过保罗来鼓励人的心悔改归向神，所以他们才会有做那些动作，很贵的这一些的财物能够没有这样的一个不舍，然后拿出来，就是要得着更好的，得着更永存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听讲道，最终回去需要帮助我们怎样，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随时可以跟这位神祷告你可以透过你的祷告跟上帝连线，而不是只有牧师告诉你你就怎么做，而是牧师要帮助大家，或者是我们上这些基要的真理，就是要让你更清楚。哎呀，为什么我不用拜那些？为什么我不担心100年之后，我离开了这世上，我灵魂何去何从？我如果成为一个鬼魂，如果没有这些后代子孙来祭拜，我怎么样度过以后的人生，这个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好好的去看，然后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神就透过这些的真理帮助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在婚姻、在你的智慧上面，在你的所做的生意上面，就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以弗所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上帝怎么透过保罗，他展现上帝的全能，让那自称先知的巴耶稣，还有被鬼附的这一些的使女，他们被人用来控制，然后赚取财力。但是因着福音，让这一些黑暗的权势就离开他们，让这一些被控制的成为赚钱的工具，就得着自由。透过这些事件，就让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很丰富的生命，但是黑暗权势来的是要帮助我们去好像赚取，但是背后是被控制的。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盗贼的进来，无非要偷、要杀、要毁坏。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而且得了丰丰富富。这是的生命这个是最终神要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来是透过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可以刺入，可以剖开，可以改变人的心思意念。弟兄姐妹，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亲人的心思意念很难很难很难。但是当神的话语一开启，就好像保罗他被主的这样的一个光照一样，人的生命就马上的做这样的改变。所以透过这样的学习，帮助我们如何运用上帝的话语祷告，来为我们世上的亲人来祝福，来祷告。
所以当保罗宣告神的话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甘心乐意把他们这些宗教的书籍、器具都拿出来放火烧了？就是因为真理向他们启示了上帝的话，来帮助他们看见他们应该怎么做。就好像彼得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圣灵的感动好像扎心一样，然后这些人就回应说：“那我们要怎么做？”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快快的抓住这样永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来想，上帝的话语使我们可以得平安、喜乐、有盼望吗？昨天我在跟一个我们会友的姐姐在对话，她是没有信主的，但她跟我提到，有一次她下南部参加她亲家母的这个告别礼拜的时候，她觉得很好很棒，我就有机会跟她聊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很棒很好。如果你没有自己接受，是别人的好，别人的棒，但今天如果你自己接受，就成为你的美好，成为你的棒。所以今天我们要审查说，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不是像的迪米丢一样，它背后有一个利益，或者说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是因为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免得人怎样自夸。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可以积功德、积阴德或积什么，我来度你，不是。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受到神的救恩拯救，那我们也应该这样分享。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发挥这样的传福音的效应，是帮助人能够遇见耶稣，帮助人能够看见他的生命可以过得更丰富。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站立来，我们用这首诗歌，让爱走动，神的爱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神也怎样透过你，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让那一些世上的、那一些忧伤的，他们能够在主耶稣的爱里面得着安慰、得着盼望。好吧，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走过山溪，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来，手借给我。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飘起，便是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散发阳光。
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因着你的恩典慈爱，是因着你的全能，帮助我们经历你所要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生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主你呼召我们来亲近你，你就使我们得安息。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夜晚睡不着，需要靠着药物。主，你的话语是有全能的。主，在你的爱里面，使我们在每一天都能够享受主里的安息。当人愿意敞开他的心灵，神你的爱就进入。主，你也使用我们，成为福音的传播者，成为福音的管道，就是要满足神你的心意。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主，这是你的心意。你也呼召我们说，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让我们所传扬的动机，就是要为了荣耀上帝，为了要使人得益处。谢谢主，每一次的敬拜聚集，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每一次的聆听，让真理进入到我们心里面，让你话语使我们灵魂苏醒，叫我们在真理里面很自由的来敬拜你，大大张口，你就大大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谢谢耶稣，愿你所赐的胜过死亡权势的全能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不怕这些人所定的日子、威吓的日子，让我们每一天都是过着平安的日子。天父上帝，你愿意让我们成为蒙恩爱的子女，所以你已经将你的福音敞开。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真理引导我们走在神你恩典的道路，直到永远、永永远远。Amen。弟兄姐妹，请坐。让爱跟着我们回到这个世界，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到这边啊，愿上帝来赐福啊！别忘了啊，今天下午3点有视线传道的封幕啊，就职礼拜啊，愿上帝来赐福我们。